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列王记下》的第8章，从第16节看到最后的29节。阿哈的囝以色列王约荷兰第5年，约沙法的囝约兰开始做犹大王。约兰在位的时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伊行以色列诸王的路，所做甲阿哈家同款，因为伊带阿哈的查某囝做某，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毋久，上主因为伊的仆人大卫的缘故，毋甘灭犹大。上主照伊对大卫的应允，永远赏赐一帕丁，予大卫甲伊的子孙。我们从列王记上的第22章的第50节看到约沙法把他的王位交给他的儿子约兰，但是呢，一直到列王记下的第8章，才又看到了这个南国的约兰出现。那这当中呢，可以说是北国的这个约兰，也就是约荷兰，跟他的哥哥亚哈谢在位的这段期间，也是先知以利亚交接给以利沙的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位南国的约兰呢，登基的时候32岁，做王8年，所以表示他死的时候呢40岁。40岁从前面来看，可以说是相当短哦。他是大卫的第7代子孙。那除了亚比央不晓得几岁之外，目前看到呢，就是南国的约兰最短。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但主要还是跟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哦。因为他的父亲约沙法跟亚哈王南北国联姻，所以呢，让这个南国的约兰呢，就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是亚他利亚。那这个事情呢，对南国、对约兰、对他自己本身、家庭、子孙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19节说，上帝仍然记得大卫。所以即便已经来到了大卫第7代，但是呢，上帝还记得大卫他跟上主之间的关系，而且照着应许要永远赐灯光。这个灯光代表统治权，也代表掌理的国度。在列王记上的15章第4节讲到亚比央，也是一样行上帝眼中看为恶，但是上帝一样讲到同样的话，就是要为这个王位，为这个大卫的后代呢留一个灯哦。就是要继续的流传下去。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南北国同时都有约兰王。那北国的我们把它区分叫约荷兰，南国叫约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国当中呢，已经从耶罗波安换了巴沙加王朝，巴沙王朝呢又换了新列王朝。现在来到新列王朝新列王朝又换了暗利王朝。所以呢，现在来到暗利王朝的最后一位北国的约荷兰。那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的经文。约兰做王的时，以东背叛犹大，脱离犹大的统治，设立因家己的王。约兰带所有战车过去撒叶，雪受包围。约兰迷失起来，突破包围伊的以东人甲战车长。毋久，犹大军兵逃走，大家倒去因兜。安尼，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犹大的统治到今仔日。上迄时，利拿嘛背叛。约兰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犹大的列王书。约兰转去伊的列祖遐，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必城。伊的囝阿哈谢煞接伊做王。约兰的故事在列王记很短，但是在历代志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内容。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以东正式的背叛。其实在列王记上的22章，我们还可以看到那时候呢，南国还会派总督来统治以东。那以东呢，是从大卫的时期，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大卫在岩谷杀了18000个以东人那时候他们就降服。那甚至在列王记上的第11章那时候以东人呢，那他们也都是乖乖的进贡
好，那都是配合着所罗门，好，但是呢，却在这个时候呢，正式的在南国约兰王的手中背叛。好，那这里提到两个地方，好，就是我们看到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撒忆，好，脱离在这边打败，好，甚至利拿，好，也脱离南国犹大的这个权势，好，通通呢，好，就跟着以东啊。好，所以可以说从这个可以看出呢，南国的国力呢，好变得衰弱。历代志下21章，好讲到约兰王，好反而更详细清楚，好讲说约兰呢是约沙法的长子啊，好，那他有好几个兄弟，好这里就有列出1、2、3、4、5、6，好他还有6个弟弟。好，那但是呢，他却用刀杀了他所有的兄弟，甚至以色列的领袖。好，没有说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呢，好，可能呢，就是他要把这个治理权呢，全部的揽在自己的手上。好，那后面呢，他又带领11节说呢，他要造邱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不上圣殿，反而在邱坛拜偶像，好诱惑犹大这个国家。所以12节连先知以利亚，所以那时候以利亚还没有被接上天哦。好，那他也写信给约兰，说因为他不行约沙法还有亚萨的道，好，反而行这些的恶劣的事情，所以上帝呢要降灾祸，甚至呢以这个约兰呢要得许多的病，肠子也必生病，而且肠石会越来越重，直到肠子坠落下来。那还不仅这样，后面还提到非利士人还有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然后呢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所有的财物，约兰的妻妾儿女都被掳走，剩下一个约哈斯啊。好，约哈斯，好，那我们在列王记呢，翻成是亚哈谢尔，等一下就会看到他，好，只剩下这个儿子。那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发生，他也生病，好，那拖了2年呢，最后肠子果然是坠落下来，好，是相当的痛啊。甚至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为他生火致哀，他逝世呢无人思慕啊。好，可以看到这个南国的约兰，这个晚景凄凉。好，问题是他才40岁而已，好，只有40岁。好，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呢，可能真的是很惹上帝的愤怒哦。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第25节，阿哈的囝以色列王约荷兰12年，约兰的囝亚哈谢开始做犹大王。阿哈谢在位的时22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年。伊的老母叫做阿塔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查某孙。伊行阿哈家的路，最上主看做歹的事，甲阿哈家共款，因为伊是阿哈家的囝婿。阿哈谢甲阿哈的囝约荷兰做伙去基列的拉末，甲叙利亚王哈什交战。叙利亚人拍伤约荷兰，约荷兰王倒去亚述列，要医治伊伫拉末，甲叙利亚王哈什交战时所受的伤。约兰的囝犹大王阿哈谢落去亚述列，探访阿哈的囝约荷兰，因为伊破病。哇！如果我们没有把前面这个顺序呢，好，人民搞懂谁是谁，谁是谁，我们读到这边就没有办法消化。好，那北国的约荷兰总共做王12年，好，就在他做王的最后1年呢，那南国这个犹大约兰死了，好，换他的儿子亚哈谢做王。好，那所以呢，北国、南国同时2个约兰，好，他们可以说是在同一年或是1年之内，好，2个都死了。而南国约兰的儿子呢，好，叫做亚哈谢。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好，他就是这个约哈斯啊，好，在历代志呢，好，翻成这个约兰最小的儿子约哈斯。亚哈谢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耶和华掌权哦。好，那但是因为他的妈妈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呢是暗利的孙女，那也就是亚哈的女儿，好，就是亚哈跟耶喜毕王后所生的。
好，所以呢，这个亚他利亚呢，好就把这个亚哈家族以及他们所侍奉的巴力、亚舍拉，好种种的恶行呢，好都继续带进了南国。那28节呢，好，那跟29好提到一件事情，好，但是这是后面第9章、第10章好这一串很长故事的开头，就是呢，南国的亚哈谢，他跟北国好的这个约荷兰要一同去激烈的拉末去，要跟亚兰王哈薛打仗。哈薛昨天我们才提到这个人，好，他篡了好便哈达二世好的这个亚兰王的位啊，好用湿毛巾好蒙死了他的主人。好，那果然呢没开始就打仗，好，但是这个哈薛呢，好就是上帝好那时候在何烈山上告诉以利亚，好要去传接的3个人的第一个好亚兰王哈薛，第二个是明天会看到的耶户，好，第三个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以利沙。那哈薛呢，好，他就让这个北国的约荷兰受伤哦。好，所以呢，南国的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好，那呢，他就要去探望他，好，就要去探望他，去到哪里呢？去到耶斯列，好，但是我们先记得，好，这个地方是哪里？基列的拉末，好，那没多久前呢，好，也就是亚哈，好，跟南国的约沙法，好，他们一起约好，也是要去同样的地方基列拉末，好，要把亚兰好的这一块这个基列拉末要抢回来，就没有想到那一次呢，就是亚哈好，他最后阵亡的地方，好，在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啊，好，但是没想到呢，旧事居然还可以重演，好，那这次呢，换成亚哈的儿子跟呢约沙法的孙子，好，那他们呢一起又就地好重演哦，然后对抗的呢是新的亚兰王哈薛啊，好，是一个篡位的哈薛。好，所以从这张图呢，我们可以大概看到，北国的约荷兰，南国的约兰，他们几乎是在同一年，一年之内，而中间呢也加了一个亚哈谢，就是约沙法的孙子。这约沙法的孙子亚哈谢，好，他在位是南国里面最短，只有1年。好，那这3个王呢，几乎都在同一年当中，好，都死了。好，那死在呢，就是明天要介绍好这个耶户，好耶户的手下。那我们再看关于历代志下22章，好对亚哈谢的补充，好，那有几个好，就是亚哈谢他的妈妈。好，就是亚他利亚。那亚他利亚呢，常常会给亚哈谢主谋，好让亚哈谢行恶。那他就呢，孝顺盲从，好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跟好他的这个外公一样亚哈。好，那甚至呢，一直受到这样的影响啊，好，所以呢，好亚哈谢，好耶和华掌权，但是呢，这个却没有让神来掌权了，好，是让这个亚哈，好让耶洗别，好巴利亚瑟拉这个恶势力继续在掌权。今天的金句在8章18节，伊行以色列诸王的路，所做甲亚哈家同款，因为伊带亚哈的查某囝做某，做上主看最歹的事啊。好，那我们看见好这个约兰啊，南国的约兰。好，它有这个不义的连结，好，没有合神心意，也带来信仰底线的决堤、溃堤、崩溃。好，那看到这位他呢，不仅让他的儿子约兰，好，南国约兰让他的儿子亚哈谢呢，不仅短命，好，盲目，甚至他看到他的上一代，好，上一代，好的这些的事情，好，因为他登基的时候是22岁啊，22岁应该可以分辨是非，但是他却没有汲取教训，以至于呢，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啊，却只有短短的1年啊。好，所以他的祖先辈失败了，却仍执迷不悟啊。那我们从列王记当中看到好几个王能够坐上王位，
并不是他们含着金汤匙，好，而不是他们高人一等，而是他们所领受的恩惠。但是若不珍惜这些恩惠，好，上帝也可以很快的把它带走。同样，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是以为我们自己表现得好，还是我们有明白这是耶稣基督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赎罪所带下永约的恩典呢？我们也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特别在婚姻的选择，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好，让我们真的是以信仰，好，每一个关系、婚姻都能够以信仰为前提，包括事业的合伙人，或是重要、核心、关键的人际关系啊，都能够紧紧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就如同大卫紧紧抓住神。好，所以即便到了第7代，上帝还会纪念大卫，好，他的这个心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这些的漫长的过程，也让我们可以整理出简单的教训，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乐意听从遵行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诱惑试探，也帮助我们不要走在义人的道路上，不做亵慢人的位让我们能够选择良善，能够远避这些的淫行淫乱求主也保守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为下一代来祈求祝福。愿相信当我们抓住与神的关系，如同大卫，上帝你会使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